电价审计委员会考虑到国际关税变化、地缘政治风险，将可能引起国际经济和物价波动。国际4月电钱无要起，审计会也建议讲会请这经济部尽全力来争取立法院支持半部台电的预算，来健全台电的财务，还有未来营运。第五年的电价审议委员会2月下晡开始，经过电价审议委员会2点外钟的讨论，考虑到国际关税变化和地缘政治的风险，有可能会引起物价波动。落尾以强势国国际这摆电价无被调整，因为111年跟112年国际的燃料价格的大涨，主要推升台电公司累计亏损达到4229亿元。我们希望说台电公司在有健全的财务体制。若是能获得这个拨补，当然有助于台电公司的财务结构的这个健全。目前台电的财务状况负债比是高达93%，到去年亏损金额加起来有4229亿，预估今年有可能亏损500亿。经济部要求台电要对经营面开源节流，台电会透过精进燃料采购策略，调升线路设置费的收入，销售低碳电力 RE30和帮地活化这个方向来拍拼。台电预估在2025透过 RE30这个措施去销售差不多是5亿度左右的绿电，跟台电公司在核算说它开源节流的方案亏损到目前为止，我们预估可以减少超过168亿左右。台电表示讲，过去因为俄罗战争的影响，燃料成本是大大提升，为了照顾产业民生，台电吸收金额是高达6000亿，向台电做通膨挡土标的角色。放眼国际，以日本和法国来看，过去补贴电业的价数拢超过5000亿以上，但是 CPI 年增率同款是破3，一直拢真悬。当来看台湾，因为得到半补主体电钱的起伏，敢若7%，比日本、法国更较低。2023年 CPI 年增率2.49%，表示半补对稳定物价有作用。是不是能源政策的错误，然后造成所谓的电价的大涨？不管是核电占比比较高的国家，法国跟韩国，我们不管是在民生跟工业的电价，都远少于核能占比比我们更高的这个国家。台电讲，针对后半年的电价审议会，赶快会提供成本予委员参考。经济部是搁一摆话话，希望会当得到立法院的拨补，才会当帮助台电财务的结构健全。记者综合报道。